Tata ngami mouse, penny mouse. Then you got to go no, she isn't going to be this to penny. Can you gauge and ditch a child? Okay. Dig it on. Someone the child. Linh lại thằng cái khi lại khi cha mình lại thằng cái này đi số giờ khi là ở trong khi là linh được ya trái cái đấy nằm ở thằng chị Chị ta chẳng cần.老师有实力吗？研究费多少？研究费事情可以说说。等一下，看再退到阿亮啊。研究费给的看了这些，给的看了这些不咯？我这才懂了。老师，你有实力吗？实力了，这有些人呢，他还没过些钱。好了，没办法，那告诉你们说那这往这圈开包么子，叫你就这么丢的。他要来的就是人气呀。哦，这得了给 number。再得了嘛。呀，没事吗？你没事吧？没事。做了没有？这种他几个人真的这就。这的确你口是呢。这。对。那个嘛，我最近挺忙的呀，你知道呀。你干到不得干哪？我讲到他还在嘛，干嘛你可能呢？你能通看嘛就是。当你车子从这种坐起来就是你在路上这个。啊，看中你们进了用的通看演出是的，这里你们进了用的通看演出是，但是我们就是各位干嘛也去给了用的通看演出是的，就是叫我给你们样子，就是记得干嘛你也跟讲的这，就是记得干嘛你也给。真讲的，明天早上要去那个结婚的地方啊，兄弟。呀，他今天在。今天在呢这个。就这里做个狗的。对的，他走了得什么？用做肉的那不么去个吃那个。关键的吧是那个。啊，美女。他自己没有账号吗？他自己没有账号。哦呀，同意下次做个啥？身份证也愿意。他有账号，但是他不玩赌。啊，妈妈，俺这账我做成个东西瓦上上去了，那个俺这账我是干啥个账我都是。今天这里在动，今天在。两个男生一起，4个女生一起吧，哥。哦，好，大姐。皮给菜你再接个人，那没办法，别你忙了。不是那个接受一下。对了，这不是。刚刚大哥的。没有啊，老师你们俩组队。没有。过了。这离经离个人，别你忙了。就是可以接受。兰心，你过来。啊，我现在已经可以了，我到哪里去嘛？没有，兰心上哪我不知道。俺判断热的，这样的热的。兰心，你过去。他可以了。这个不是吗？这样子是了。有没有95翻倍？95翻倍。这叫继续录。这家看中俺给家去得了精神状况个这给家电把音。对这这么个这人呢，开通才的确实的这引起美女做都大个啥个，反正弄了。是对开的主动你们写个啥，就让了感受做么不也对的。天天状况个这多个阿卡欧的些你总用个大了。个人这这人给么吧？出不了这把么事，么事，但没吃了上的当，我班长个人不的，讲的那下几哟哟，讲的那下几哟哟。
祝福了几把门女门生，祝福了几把门女门生呀。那就反正我给家不进去，等他下播是你的。哦呀，咱看你这个啥子？你找没有错你，就是等把给弄够。你做了这下播他是对你的。没呀，再来听嘛。我也不记得。진짜 맞아 야 맞아 힘나 다노 나노 지치 들이 녀몽 올러로 다라 공가 쳐서 거와 길러로 다음 손 쳐서 덤바 길러 이샤 메뉴找你 이샤 메뉴 在这边呀你找我了吗？我什么时候找你了？他们说一直说你找我说的。谁说的我找你？你让他站出来，来跟我对峙一下。我在家里面说了，我怎么知道家里面是谁？那我直播间还有好多人说港吃巴登找你呢，你找我了吗？没有，发誓没找你。你为什么不找我？最近我忙得很，天天演出。最近收了几个？昨天演出，今天演出，明天演出。后天演出，大后天演出。最近我收了一点点钱，过几天我回来，我们两个好好花。咱俩花。咱两个不花，那是跟谁一起花？你赚的钱都给我花吗？肯定嘛，你愿意我的话，我肯定愿意花呀。来，先给我上个嘉年华。哎呦我的妈！不要说什么大话，先上个嘉年华。我跟你说，我这样说话的女人，我最讨厌。给午夜哥点点关注。真的。天天给我画大饼的男人，我也最讨厌了。先对我好，然后我对你好。凭什么我要先对你好？你为什么不能先对我好？因为我是一个美女。不是美女，你是老人呀。我是什么？你那个美图秀秀开了吗？我什么？你是一个马根吗？马根，真的。你是个马根。你是个马根。你是个马根。你是个阿姨。你是个阿姨。阿姨这个叫阿姨。你是个阿姨。老俺去看这个当去搞什么子事，我同学妈不是你陪你妈了，就干的那。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用藏族话跟我对峙？为什么不能对着？我是藏族人呀。你跟我说普通话，我听不懂。怎么了？我们自己的母语不能说吗？我听不懂。中国有56个民族，你没听过吗？好，来，我现在用白族话跟你说话，来，你能不能听得懂？来，你白族话。阿拉斯那个来够了，巴那边来斯拉斯拉的。瞎的说的。巴拉扎拉这个扎拉这里跟哪里有这样子？阿拉咕噜不噜咕噜咕滴咕噜个斯拉斯拉的。不是日本话，不是中国的话。给午夜哥点点关注，家人们，对面是广西的吗？对面是西藏藏族，他说的是藏语，家人们。你看我精神不怎么好，我们两个好好打一场 PK 去打。我心情挺好的。我知道你心情挺好，我睡眠不好，所以就我心情不怎么好，但是我打你的是理由。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说大话？哎呦我的妈！我这几天亏了那么多牛肉干，我想好好给你报仇，怎么办？你的意思是你今晚上还想再给我们寄一些牛肉干是吧？接了，20斤，接了。20斤牛肉干吗？对了，家人们，咱们给榜一的午夜大哥点点关注，点了公屏扣一，谢谢大家。谢谢无名天使哥哥，谢谢哥。就三万装蒙个了，就30了，3万装蒙个了。30斤啊！哎呦，大气，港吃。
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大气过，30斤牛肉干是吧？大气，佩服你。无名哥不要走，西藏藏族牛肉干不许走。对啊，无名天使哥，西藏著名的藏族正宗的牛肉干，不要走。他不喜欢我，他是假装喜欢我。兄弟，我什么时候假装喜欢？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你的话？我没说过，我们家人们说你喜欢我说的，我不相信说了。我假装我都不想假装。哎呦我的妈！因为你有53个老婆了，我不想过那去。你真喜欢我吗？我去给你当54个老婆吗？马路边去做30个服务证。做不了。真的。我今天回西双版纳了，我家住高层，我要下电梯太卡了。你住在几楼？30 楼。嗯。哦，那么高吗？很高。窗户里面看一下，我看一下。会卡，刚才我过来了，刚卡掉。很高，特别高。不是，这个楼上窗户里面不能看吗？就是我走到那边去就卡掉了哟。哦。刚才我试过了，卡。你最近那边转来转去，你去干什么？这我家呀，我回家啦。你平时住在这个地方吗？我给你看看我的狗。这是你真正的家是吧？对呀，王子啊，哎，王子啊，王子啊，王子。这他妈的，我大起大来，这么点我根本差不多，我说。我狗没了怎么？我狗没了。你爱狗吗？还是爱钢制把的？你怎么非要跟狗比呀？哎呦我的妈！那你天天跟那个狗一起不离开呀？怎么回事？因为他是我从小陪了我10年了，我的好朋友。你陪过我10年吗？那他咱俩之间有10年吗？他现在肯定要很老了嘛，现在牙齿掉了没有？没有，他现在很健康，他能活到50岁。他是男的吗？女的？他是比你差点东西。啊？他跟你比差点东西。他什么东西？也不一定差，反正，我不确定。他是个子高吗？个子矮？那个狗？我给你看看哈，哪儿去了？王子，去哪儿了？王子，过来，走了，快点，走了，来，走了，哎，真乖宝宝。宝宝，真乖。来，宝宝。真乖。哎呀！真乖宝宝啊！可以，check in 马甲，加盟店里超过马就看你。我们还会唱歌呢，你知道吗？来，王子，给他们唱一个来。我 check in 马甲，加盟店里超过马就。过来，唱一个来，别动，蹲在这儿。来，我们唱一首《映山红》送给大家，好不好？来，预备备，起。夜半三更又盼天明，寒冬腊月又盼春风。不是唱歌，他生气了哎。若要盼得有红军岭开边有映山红，这就是牛不牛逼？
我就问你牛不牛？他前面生气了，他没有生气。爸是生气了。王子唱的真棒啊，王子，晚上给你加鸡腿儿。后面唱的不错。他这个就是真的，他会唱。这就是啊，王子，这就是王子，这就是啊。好，累了。哎呦我的妈！累了。那他从小培养的。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哪里睡？我搂着他睡啊。啊？我搂着他睡啊。你们两个一起？啊，对呀，我抱着他睡。这样睡的话，他不会给你敲个脚吗？他跟我干什么？敲个不会脚吗？敲个街是什么？敲什么街啊？哎呀，最好你们两个不要一起睡，真的。家人们，它是鸡毛和柯基生的啊！你看它身子是鸡毛的身子，但是它的腿就这么短。它叫金鸡，这个品种叫金鸡。金毛和柯基生的，腿就这么短，看不到腿。哎呦我的妈！她怀孕了吗？她是个公的，家人们，太监，成为了一个太监。对，看到啥么？今天这个看就到啥么？那记者给啥么？从哪个来搞的吗？对，金鸡，嗯。那这几弄这个总不是这类呀？对你妈了，就等到节目要你念个。啦啦啦啦啦啦滴滴滴答滴答。你看上他了？哎，湾仔，哒滴哒哒哒，湾仔。你唱的不好听，他不搭理你。他叫湾仔吗？搭理都不稀得搭理你，他叫王子，我的王子。丸子。一哦，丸子，呀，你哦，丸子，不要生气，过来，丸子不要吃醋，丸子你不要吃醋，我是一小美女的朋友。丸子过来，呀啦嗦，丸子，哎，哎呦我的妈！哎呀，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狗都不稀得听是吧？狗都不稀得见。他说去你大爷！啊！狗都不听。不是他不认识我吗？所以就这样。不是，王子就是对于难听的歌声他会跑调。王子吃醋了，对，王子吃醋了。我家人们说王子吃醋了。哎呀，笑死我，笑得我嗓子疼。哎呦我的妈！狗都不搭理。他晚饭吃完了吗？他还没有吃饭呢，你要喂喂他吗？哎，你们西藏有没有高原的那个什么狗粮？高原的狗粮有几年狗粮，我说用虫草做的狗粮有没有？虫草做的狗粮没有。牛肉做的狗粮有，我给你寄20斤狗粮。有吗？有，就是野生的牛肉做的狗粮。野生的牛肉做的狗粮有。啊，这个行，来20斤尝尝。那你说了的话，给我寄什么？这不叫 PK 惩罚哈。那家人们辛辛苦苦上的票，结果给狗吃，那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家人们了？那你太喜欢狗了嘛？对，就是。不是，那作为朋友，你给我寄点，我看你也是爱狗人士，对不对？作为朋友，我很讨厌他，我吃醋他。我也很讨厌你。他没有的话，我们两个这个这顿还可以，妈妈可以。他来了嘛，然后我们两个这顿没有了嘛。咱俩之间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阻碍，是咱俩之间那53个老婆是咱俩的阻碍。
跟狗没有关系，是你那53个老婆阻碍了我们之间的发展，跟狗有什么关系啊？现实惩罚做，现实惩罚做，屁话不要多。现实什么？只要不出这个门儿，做什么都行。就这1亩3分地儿。你输了的话，把这个狗抱起来，然后做30个蹲起。不行，这个狗现在50多斤了，而且它最近腿老了嘛，腿有点那个不敢动。那做20个蹲起。我抱椅子做。啊？我抱椅子，它不能抱。它的腿不是它的腿一抱它就疼。那腿里面你不要抱嘛，身体上面就这样抱着嘛。光抱身体是抱不起来，它50多斤。你50多斤的抬不起来吗？不是，它自己往下坠，它不让人抱，然后一抱它就疼，一抱就这样。哦，现在他的身体体重太重了，所以就他脚杆抬不起了，对吧？他脚有点撑不起他的体重。哦，那他的脚杆里面，你给明天加一个加工一下一个木头给他脚杆里面就这样加工一下嘛。加工线。加工。比如说这是他的腿嘛。啊。再你拿一个木头知道吗？木头。哦，就直接这样绑在一个绳子，就这样绑起来，在他的腿上。加固一下啊？对，加工一下。这是狗腿子，又不是什么，还加固一下呢？狗腿子可以加工呀，因为他的身体太重了呀。不用，不抱它就可以了，不用加固。哎呦我的妈！那你输了的话，你把这个狗骂它，让它哭一次可以吗？让它哭一次？对。不是，你怎么跟我狗干上了？你真吃我家狗的醋啊！这个你不用管我的事。我跟你讲，从小到大我都不舍得骂它一句的，这可是我的宝贝。你明天可以好好道歉它呀。不是你一条狗，你都要跟它去争风吃醋。不好意思，你是个人呐，港赤。你跟条狗计较啥呀？好，不要骂它。那你让它好好多开心一下，好好表白一下给它。我跟狗狗表个白啊？对，2分钟好好表白一下。把这个狗叫过来，真的不用抱。你回家了吧？回昌都了吧？没有，我在县里面。嫂子不在是吧？哎呀，你这个什么乱想的事是？我家里面的这样有吗？住酒店啊？住酒店，这个是人家给我开的。明天我去演出的那个地方，他就给我开的。酒店有前台吗？酒店有前台有。男的女的？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好，跟小姐姐 say love you。say love you 什么？跟我一样表白啊。现在是露脸吗？你要下去。如果他害羞藏了不露脸的话，那怎么办？你先征求一下他的同意。你说我可以跟您说几句话吗？他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就跟他说话。那他说不能露脸说的话，那我旁边可以表白吗？那你就走出去找一个小姐姐。这样找的话，我有点累啊，真的找不到吧？那你这样，你说你好，那个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吗？他肯定说可以。OK 吗？OK。如果那些我去一次不行，2次不行，3次不行的，那我实在没办法，就前台里面来那个女的跟旁边给她不露脸，我就表白啊。可以。好。那咱们打个榜50还是榜100？总吧，就打100。哎，打什么总榜？打榜50吧。榜50真的不行，没有1000个人。那我教你，那打榜100，我教你。我可会打了。榜50都不行，榜100怎么行？哎，一笑吃多了吗？
你不要那么凶嘛，你不要生气嘛。我这边说今天晚上人气不行，我们两个打总榜 ，Let's go。我总榜真没有票了，我不骗你。这总榜我也没票，我刚刚开播的发誓，我刚刚开播的，真的啊？真的开播的。你不相信的，问一下家人们，我刚刚到那个县里面。你不会骗我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以后我永远都不会骗你，不想骗你，我不想骗你。好吧，那我相信你一次吧。好吧，亲爱的哥哥。哥哥可以说了。你不要在我面前整那死出的，我不稀得看。哎呦我的妈！来，3、2、1， 5分钟是吧？对，开说的吧。3句连是没有吧？来，哥儿姐们有啥上啥吧，哥儿姐们有什么咱们上一波啊！3片咱们走一走。对你妈了，说加油一把，加油一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选嘛，就选嘛，就是帮助姐妈送的这个嘛，就选嘛，是吧 ？Let's go， 下去吧。去吧。表白的时候用汉语来说吗？还是用藏语来说？用普通话。普通话说的我不标准呀。没关系，就像你现在说的这种就可以。先我就这边解释一下啊，那人家这个跟了这个关注家的片头节有来着就做了，关注家的空档把的片头有来着点，加上东部你把3把1把做都有没得呢，从来做没得，绝对骗这个。不要说这种话哈，我一个字儿听不懂。哎呦我的妈！从这个片头嘛，那把节有了嘛的，然后那把那节有了嘛的，等你节马上呢，等着咖喱装个那节个了嘛的，那时候操的呢。哦，我呀，被他说的我困了。这个是你没有文化的原因。喝一杯青梅绿茶提神吧。这个你没有文化的原因，所以就你困得很。你有文化，你快点的吧。哎呦我的妈！去可容俺也搞的这不要你妈了，说给家这么久了，俺也专门人家做什么？你不要对着人家小姐姐上来一句你妈了个猪啊！没事，兄弟们不用理他。好，早点休息吧，好不好？咱们给港次点关注来，家人们啊！谢谢，给港次点关注。一笑美女的家人们，感谢关注，我的家人们，一笑美女点关注是吗？互相认识。对，咱们互相点关注，家人，互相点关。一笑美女，我问你一个事情啊，我没说你爱不爱我，我问你一个事情，你问吧。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到北京近不近？北京？对，北京天安门不远啊，有几千公里吧。不远，就几千公里。对，我那个骑个3轮车2个小时就到了。骑个3轮车2个小时到了啊。好的，那你厉害啊。好吧。你要干嘛？请我去北京啊？我北京没有去过嘛。他那些不用管，得给多点兄弟。不用管，这人老家嘛咯。先嘛的，等几天没做几天，比咋打瓦烫嘛烫，没了我么，没个离个干啥么个干啥也不知道呢，得了可是嘛早晚你能办几面嘛。zombu kecha katse mugu katse kede na tela nawa mandro ma renga ninga yosa jere tenji tenki chunire tenda tsembe jurung chende chen namba ko control to ngaja raza da chodu tsawa ni na zomu ko control pa de ke him thong je ko
Tuto namba kanda paro banyete tanda zo de mnyere nga ninga zanda akaka chay til niji gumanga niji pe nyama lo tsore ngaro shi ya yima mali chu to na mandanda chi ka sono ton de me machi ka mali to ma ho te melam je tama to je ma da len je de je ma pal ji he tu ni he tani chapa yo na jo de che che ma chele mare tani yi ki minam ta chuzo tombo re sang to go shibu da tomo chote nga son chuzo damba gilong chuzo nga to chi ma ni ji mang che namba no go nga cha me so jo bo che ren shiki trin te don chidon zu mo zo le cha gi yin te on nga ron lo gam to nga ron lo tsewa yo ma ta go ka chong ya me gan ro dong tomo mo cha de choma ga le sen chi lo chi ka nga la pe ni ma lo so sene sen ka tromo zo mo yo re ke ja demba yi te magam khahi chi maganan tahi ne choma mo chesa chi nga sene trauma zo sere nga zoro ne ma de nele dune ra chi reso nga anyun mombo loji le ha kore nga nomo yo le ha kore te no kha cha ni ji ten de mombo yo re jinse te che nga terin dana che de soni anan ros yo teri nga andri yin zo nga ro deni ki che te pa she du kari tu ru nyaman di sang di trand yi o te piche nambale deni tsoni pa keja hindule mazoki nga ma kedro cheche nga wang hong cheche nga lowa kedro cheche tsawa ni ngi tik nga jate tsawa ni ngi kasme nga te te kgden me nga ngaru chili ngaru yo roni tok yo ji de ngaru tsega hakko jiramre te yina yon chonche ta tu ara chen tsa ge biwa chen lri semra nga ngaru chok al ngaru gam chi yer re te do nambala pe sende lo de ngone sound ta ki dele khezira do ngaron demo je po interin de sa su sonin da nan ro se zozi yabunga te nyama lo tende yin kim namba tani katon tere denjo chungone na jondal tse du ta to gona meso ji soni ko kan hanon zo mana demo je sa chilun ro tani sona on tseno de ta soni nga jasha ja te don zo jire ma sona tseno de chando yo tse gnoni nga sen don kan la ka kon lo cheni ko wi ke sheka ka tendi ko tanden ze go zo sure tani ma tse rong tse yin no ya ta go ka ton kali chitira chin te te che ma shen ta kali jeju tse jegr ko ka se je de je tse jagr ma to ki che chen jin ji shi ina tse sa mag mana tse sa mag tse de na soni ko gebo re tsa de yana la lam khu mana la lam khu tsa de ay me ji khi ma le ke je de ba pe ni ma lo te rona anyo no mo so jor no mo ni yele ro to za anyo to so no ta dan zake sho go zra chunju ma chunju re de te nga men z kan de sa che nga po chung ra ina pe ni ma lo so men z kha hi sang rolin dulu hi sang te chok rolu ji ya sang te te shi ma ji che yo za nyo pha ge donyo che che kun je zo jor gu ji ma sti che o shimo gamon che namba tsoma za song gonzo yong ko nye jung gonzo yong ko de ji pa la ro wa ko ka ge tra ki ngru rum be sho je tsen drum sho tse to che le ren ten so ni nga te dong zo ji re te na nyang ja on ki ma namba tse ren jin tse ren lo ja